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詳細介紹 Cohesity 同 CrowdStrike 嘅整合方案，點樣幫助企業喺日益複雜嘅網絡安全環境下，更有效咁保護數據，並且加快應對速度。開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 Cohesity。Cohesity 係一間領先嘅數據管理同備份解決方案供應商。佢喺市場上被 Gartner 評為企業備份同恢復領域嘅領導者，市佔率位居前列，幫助唔少全球企業簡化數據管理。Cohesity 以一個平台、3大功能及5大優勢幫助客戶嘅備份解決方案。詳情可以睇返我哋上一條影片。Cohesity 本身兼容好多廠家品牌，其中 Cohesity 嘅 Data Cloud 同 CrowdStrike Falcon Adversary Intelligence 結合，將 CrowdStrike 嘅頂尖威脅情報 Threat Intelligence 直接帶入 Cohesity 嘅備份同次級資料環境。CrowdStrike 會監控超過245個攻擊者嘅行為同攻擊指標 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IOC， 而用戶亦可以配合自定 Yara 規則 Yara Rules， 一種用於識別惡意軟件嘅規則語言。一次掃描就可以全面識別最新威脅，令安全偵測更加準確同全面。整合方案帶嚟幾個重要好處。第一，可以喺次級資料度做威脅獵捕 （Threat Hunting）， 主動尋找潛伏威脅，唔會影響主要系統嘅運作。安全團隊可以被動調查，避免被攻擊者察覺同干擾。第二，喺復原資料之前，先用最新威脅情報掃描備份，有效防止數據被重複感染。第三，安全團隊可以喺統一儀表板同 API 自動將事件送入 CrowdStrike Falcon LogScale 平台，做集中管理，快速深入分析，大幅提升事件應對效率。講到用例，呢度有4大核心場景。一、威脅獵捕 Threat Hunting， 用 CrowdStrike 嘅頂尖情報，主動喺 Cohesity 備份資料中搜尋未被發現嘅威脅，可以即時或者定時掃描，幫企業預防未來攻擊，強化防禦策略。2、監視分析與應變 Forensic Analysis and Response， 可以跨資料中心同邊緣位置喺次級資料度偵測威脅，因為係被動調查，唔會被攻擊者發現，有助保障調查完整性。3、數據復原 Data Recovery， 喺復原之前先用威脅情報掃描備份，確保唔會將帶有攻擊指標 IOC 嘅數據帶返入系統，降低2次感染風險，保障數據安全同業務連續性。4、獲取整合支援 Get the Integration，Cohesity Marketplace 提供技術文件同支援，配合 CrowdStrike Falcon LogScale 平台整合，幫助安全團隊快速偵測更多威脅，提升情報分析能力。另外 ，Cohesity 提供獨特嘅潔淨室技術 Clean Room， 即隔離恢復環境 Isolated Recovery Environments， 讓安全團隊喺完全隔離嘅安全空間進行調查同數據復原，確保過程不受攻擊者影響，進一步保障企業嘅調查完整性和恢復安全性。總括而言， Cohesity 同 CrowdStrike 嘅整合，不但提升咗威脅偵測深度同準確性，更優化咗調查同數據恢復流程，大大減低企業面對複雜網絡攻擊嘅風險。呢個方案而家已經有唔少企業採用，幫手打造更強大嘅資安防線。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，請即聯絡我哋 ACW。